这一次得奖是永康国小得到金牌，大成国小银牌跟永信国小银牌啊吼。台南市今年2月举办校校果餐涂家比赛，由永康国小摕到金牌，各局特别制作纪录影片。南瓜它本身会有一种土腥味，小朋友不喜欢。那茄子就是煮起来会黑黑软软的，小朋友也不喜欢。那菠菜呢，它有一种苦涩味，小朋友也不喜欢。这些食材其实它营养价值都还蛮高的。经过小鸡、培林仔菜烘卵，加美味的佳肴，原本拢是学生讨厌的食材，透过营养师的设计卡书，加上总铺晒涂家，让学生吃到更多元的料理。那我们就是选择南瓜、菠菜跟茄子这3种食材来做形象改造。那我们就是利用改造它的形状，还有改变它的调味方式，来提高小朋友他的一个接受度。健康、安全、美味是果餐制作理念。永康国小分享为节庆开学，拢会推出不同的菜单，每一道料理拢有新意，让学生非常期待每一天的果餐。这一次的主题刚好又是说小朋友比较排斥的或者要不喜欢的菜色，我们来进行一个改造啊，让小朋友去尝试这一块的，去侵蚀这一块。我们发现到小朋友在这一次的整个 set 整个出来之后，小朋友回馈的非常棒所以也给我们这些厨房的这些厨妈的团队一个很大的肯定。另外，还有大成国小甲永信国小，透过影片呈现菜肴品质的技巧，以及对营养果餐推动的理念，如何让每一个囡仔卖紧食，是各校爱努力的所在。台南新闻电台采访报道。